的主题就是迄个高地图甲台南的城市空间，毋过这台南城市这主要今日讲主要是府城的部分啦，较无迄个府城外口的部分，安尼这主要的咱先来看讲高地图这。即摆你原牌是古地图这三字啊，毋过有诶若是咧讲老地图，啊有若讲旧地图，拢差不多。其实家己是咧讲较早诶地图，甲即摆即摆咧用诶地图，也是迄个 Google Map 无啥共款诶。因为顶悬诶迄个物件拢是较早诶物件，所以可能即摆拢看无，也是即摆拢消失诶。所以咱为遮地图即个物件吼，起来看诶话咧，可能会通去了解讲，这个所在较早是啥物款的模样，较早有啥物人、啥物代志，啥物迄个建筑伫遮，后来就消失啦安尼，另外一部分呢，今仔日拄仔讲的，就是讲对我来讲是一个调整，就是专场爱用迄个台语来讲。其实本地就是爱用台语来讲，啥那呢？因为台湾历史伫咧迄个上少嘛，咧8当前，台湾嘛是咧往咧用台语来讲的。因为有这就是讲，咱即摆看的迄个历史的材料，咱可以利用即摆国语也是华语去加读。毋过有当时读起来吼，用华语读起来，拢毋是较早人咧念迄个音嘛。这读起来吼，就有一种差别，就是讲用华语来念，可能袂当完全去了解较早的人的一寡，比如讲想法啦，也是迄个其他物件。读地名就是一个上重要的一个物件，因为讲可能有一寡地名吼，咱华语读起来是一种音，毋过其实伊爱用台语来读，爱用台语较知影讲即个地名所讲的是啥物款的物件，啥物款的一个地形的变化。咱用华语去读，有当时会读无，毋知影伊咧讲啥，所以这其实是用台语来。看台湾史也是念地名一个上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今仔日我主要就是要利用台语利用迄个古地图即款的物件来甲大家介绍讲咱300当前、400当前台南的变化，伊是安怎为伊较早的迄个模样。变做咱即马所生活一个迄个环境甲空间安尼，上开始咧，我先来甲大家介绍这张图。这张图我想，若是有咧关心，也是迄个咧看一寡台湾历史，也是台南历史的册人，可能较知影，可能有看过这张图啦。这张图其实吼，这张图是荷兰人画，伊差不多是伊是伫咧迄个。1644年所画起来一张地图，较特别是讲吼，像咱看地图顶面有图，也是有字。咱爱看，咱有当时爱看字，较会知影讲哦，即个图的迄个形是咧画倒位，是咧画啥物。毋过即张图较伤脑筋就是讲，咱即摆看着，敢若图的部分，顶悬是一个字拢无。这个是一种，讲较白个是一种上大的困扰，就是讲，顶悬一个字拢无，我也知影讲这顶悬是画倒，是画啥对无？像我这迄个，迄个青色，这是画啥？黄色迄个线是画啥？就有当时吼，这种看无啥有啦。其实这张图，伊是安怎无字？我咧想啦，应该是因为伊是一个草稿，伊还袂画了的，所以伊先甲图画起尔，伊还袂甲字拢写起哩，所以变做讲，咱即摆看着图，我都看着字。毋过咧，咱若是迄个用即摆电脑的技术迄个电脑的迄个有一个名词或者地理资讯系统。这是直接为迄个英文翻过来啊，或者就到 information system， 简单讲个 GIS 啦，用迄个电脑 GIS 去甲做一寡处理，咱可能就让
大部分了解讲，伊咧这是啥物所在，这是什么所在，差不多会当去了解迄个地图顶管内容。啊，迄个用 GIS 啊处理过吼，咱就会当知影讲，这张图其实就是咧画咱即马府城市区市中心的一寡迄个地区的迄个大部分的状况。啊，这张图哦，咱是了解，伊的顶管是东边，啊，咱的迄个倒手边是北边，伊是甲咱即马一般的地图顶管是北边是无啥共款的吼。啊，咱迄个处理过，咱可以当知影讲，上迄个倒手边，倒手边即条才有一条溪，即个即马的江水溪啦。啊，迄阵毋是叫江水溪，迄阵叫做新港溪，这是迄个较早的名。啊，若上正手边遐嘛有一条溪，迄个溪就是叫做即摆的地形溪，较早叫做李赞行溪，啊，佫较早伫荷兰人的记录内底叫做嘛是叫做江水溪，毋过即个迄个另外一条江水佫无共款，所以即地名的部分有当时也是较复杂的。啊，咱会当看到迄个上下骹遐有一片白色是蓝色的所在。迄就是咱即马较熟悉的叫做大江内海迄个部分吼，遐拢是海水，咱毋过即马海水拢即马是拢看无，即马拢变做迄个市区内底的街路啊。啊，其实咱即马讲大江内海，毋过伫咧即张图咧画迄当阵咧，荷兰人的记录内底是拢叫做Walisbeen， 就是海岸的骨头。海岸骨头，啊，伫汉人的迄个记录内底咧，有当时也叫做海岸骨。即个意思差不多就是讲，因为咱迄个大江内海水足浅，啊，有当时迄个海岸无迄个收来到遮总收袂出去啊，总伫遐翘去，啊，骨头个迄个留伫内底遐，所以可能是因为即个部分，所以变做讲较早人叫。甲迄个大江内海叫做毋管是海岸的骨头，还是海岸骨，拢是咧讲有海岸独家咧翘伊的迄个地名安尼。啊，佫有其他的部分吼是足侪啦，大部分拢会当看出来，讲这是什么所在，这是什么所在，毋过今仔因为时间有限吼，我袂一个来介绍。啊，我甲一个部分哦，啊，佫有咱即马伫遮，这是新的 logo 啦。啊，咱差不多伫即个所在，所以其实咱会当来想看卖，今仔日咱伫遮有楼仔厝，啊外口有迄个路，啊有人，啊有车，哦，这是迄个做老的迄个街路。毋过伫300栋、400栋前，可能遮拢是树仔。啊，遮敢若有10几人安尼咧出入，啊，可能边仔佫有路仔咧走来走去，拢是一个迄个自然的环境吼。啊，这已经是有小可咧开发的迄个画面，毋过这就是爱讲400栋前的迄个，甲即马咱的迄个空间，其实是差别是非常大的。啊，即张图其实咱讲足侪所在啦，佮我今仔日来特别来甲讲一个部分为遮。即个所在，咱会当看到遮有一个即个足大迄个大湖，啊，伊的上尾后的是接着迄个，就是迄个今仔日的迄个咸水溪，较早做新港溪安尼。啊，即个湖咧，即摆伫倒位？应该大家拢嘛知影啦，就是迄个。即个较早的遮塘，叫做集鱼塘，其实迄内底可能无干那集鱼尔啦，可能有足侪鱼仔，啊，咱个咱看到迄顶悬佫有画迄个鸭啊，佫有一寡迄个动物拢伫遐，啊，伊边仔咧其实1644年迄当阵就开始咧开发，所以伫顶悬遐就是即马迄个林地的迄个太祖庙附近。啊，迄个下骹遐，就即马台南市的东区，
迄个玉龙路遐，啊，伊个即个湖的边啊，有一条迄个山，一直画到边仔去。伫迄个古早人的迄个讲法是，迄叫做抗丁山啦，抗丁山。啊，其实伊用即马迄个地理学的讲法，就是差不多就是迄个台南台地的东边的迄个边啊，啊，所以遐其实有一个迄个嘛是袂当讲山啦，毋过就是有一个迄个坎，迄个桥起，啊，个迄个落去安尼，啊，迄就是迄个较早坎顶山的一个所在。啊，其实为即马的迄个，为即马来看，其实嘛是会当看到。即我是伫咧迄个玉龙路遐翕的，我就徛伫玉龙路遮，啊边仔是迄个自由高商，啊，这是为西边东边去翕的，啊，所以迄个咱会当看到我即摆徛遮个玉龙路，啊，上后壁遐有一条山，迄个山是伫咧南华遐。即阮读自龙路啦，阮毋是读玉龙路。哦。富足啊，富足哦，自龙路。自龙路。哦。伫我因为我住北区，遮毋是我的活动的范围。有龙路自龙路。啊，上东边遐有迄条山，迄条山就是南华遐个乌山岭。迄条山搁过来就是高雄的迄个三南区。啊，咱会当看着讲，遮不止一个坎仔，遮其实有迄个2站坎仔，倒2站的。遮即个路，遮有一站落去，啊落去了后，搁有一个较白地，行了后，搁上尾后遐黄色迄是迄个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遐搁有一个坎仔，搁落去安尼，所以遮有2站，遮有2站。啊，其实这2站的拢毋是共一个所在。第一站遮就是拄仔讲的抗丁山遮，啊，第2站迄个所在就是咱讲的迄个积鱼潭啦，所以抗丁山到迄个下骹遐，阁是陆地部分，毋过伫较早的伫迄个高速公路遐，个拢是水，拢是水潭啊，都是迄个积鱼潭的迄个范围。啊，可能即马咱大家安尼看可能是看无法度去想着讲，这较早有一个足大迄个水潭，这可能无法度去想。毋过咧，其实有当时啊，咱可会当看到积鱼潭出现，比如讲即张相片，这张相片大家印象应该真迄个真了解啦吼，这无迄个无偌久的代志啦吼。对，啊，正如是迄个今年迄个7月底到8月的时阵，迄个风台刚好做迄个海岛嘛，海岛，岛，啊，迄个时阵我遮叫伊妈迄个伊妈像安尼，即个桥是迄个高速公路，所以就是咱拄仔迄个相片看到迄个所在，所以即笔水咧。大家就会了解讲较早可能300吨、400吨前，即个所在是安尼，甲迄个老仔厝遐拢是摕掉，就是即个画面啦。啊，因为差不多伫咧19世纪的时阵，即个地理有一点变化，所以变成讲即个积鱼潭慢慢消失去啊，迄水拢慢慢落去啊，所以变成讲。即马咱遮所看到，拢是老仔厝，啊，拢是迄个道路，即马拢看无，水拢看无啊，毋过有当时啊，迄个雨啊，落啊大诶时阵即个水个淹啊像安尼起来，所以咱讲一个较讲顺切就是就是安尼啦，较贵就是伫迄个太子路安尼，讲顺切就是迄个咱来讲积鱼潭的水上乐园搁要开幕啊，就是安尼。毋过咱必须要了解讲，
有即个原因，其实是因为较早迄个地理的变化，较变成安尼。所以其实咱即马住的所在，较早就是水的所在，所以若落雨就较大，迄个淹水的风险是会比其他所在比较大，是安尼。啊，若个看较后壁的地图，就是咱看即张吼，即张差不多就是伫个1990年代的时阵所画一张台湾规台湾的地图，啊，这张图的顶悬的方向嘛是共款是迄个东边，啊，倒手边是迄个北边安尼。啊，看即张图的中吼，就是咱即马台南市区的所在咯。啊，顶悬吼。咱看着讲下骹是安平，啊，路里门伫遮，啊，迄个拄仔讲的酒店伫遮，啊，佫有看着迄顶悬佫有可能咧画迄个人诶，迄个掠鱼仔的，坐船啊掠鱼仔的迄个图。啊，即个山就是拄仔讲的垦丁山，啊，即个所在差不多就是咱即摆迄个台南的市区啦，啊，迄个就是迄个即摆咱即摆差不多就是迄个所在。啊，咱来看较海边的所在吼，即海边的所在是真趣味啦。顶悬有一个迄个阿蒙楼，这个是即摆车港楼。啊，因为迄个古早的人吼，拢叫迄个外国人、欧洲人啦，叫欧洲人做阿蒙，因的头毛吼，甲咱迄个黑色较无啥共款，啊，所以拢叫阿蒙。啊，因为即个车港楼，咱拢知影是互人。上开始有人起的，啊了后呢，汉人就甲即个楼号做红楼安尼，啊来个叫做车港楼安尼，啊，佮有看到遮即个妈祖经就即摆大天后宫，即个关帝庙就即摆树顶武庙，咱较早府城人拢有做大关帝庙，啊，则有一个大井头，啊，即个大井其实即摆佫有伫个啦，伫个迄个民权路甲永福路迄路口遐，毋过也无详细看吼，可能会看无。有当时啊，骑车骑过你到过迄个3、4、8档的迄个古迹都毋知影，因为伊拢已变做一个迄个路面的迄个一个井安尼。啊，咱看这张图会了解讲，较早迄个海岸是搬伫个迄个大井头遐。就是咱即摆的西门路甲民权路迄带遐，毋过咱即摆拢遐拢看无啦，啥物海岸、啥物水根本看无对无，啊，佫有图下骹吼，佫有一个上较有意思的迄个图吼，就是因为咱看着讲，伫海水咧行的有船啊，啊嘛有一个牛车，咱更会感觉较奇怪，像咱牛车毋是伫咧迄个土地顶悬咧行的，像咱行喺海里，这其实是有原因的。这是就是讲，较早的台江内海，虽然讲是内海啦，不过迄个海是真浅的。有当时啊，迄浅到吼，你看迄个船拢停伫外口，因为无法度搁驶入去啊，驶入去会掉的啦，因为迄伤浅啊，迄大船啊驶袂入去，所以就是爱迄个。陆地部分吼，爱派迄个牛车出来照，迄个船的边仔，甲人接过迄个陆地顶悬，安尼。伫个1997年，有一个迄个名号做小英号的即个人，为中国来到台湾，伊主要是要来台湾的迄个北边的台北家人迄搭你来采油吼，啊，要起个正经的，伊来到迄个台南，啊来到台南伊个有即个一款的迄个，伊嘛坐过牛车，啊牛车对海里安尼行，吼，啊迄个时阵伊个做一首诗来记录伊即个迄个过程，这首诗伊是安怎念的呢？顶悬咱大家看吼，伊安尼讲，煞落排工小挺行，红声细度经营，渡头亲像牛车坐，一步
弯过赤抗心。伊这诗是做啊诚水啦吼，甲迄个海浪当做即个白线，迄个拍起来迄个拍起来开线起来，迄个感觉吼是看得诚水。毋过今仔要看吼，主要是要看讲伊安怎坐迄个牛车为安平，坐船啊为安平到府城的迄个外口，搁坐牛车去你迄个落地。伊即首诗下骹有一个小，另外写一行字吼，伊写讲山间水浅，随小艇不听等我，必将牛车挽之。即句话就是咧讲，台江的水伤浅啊，迄船吼无法度去靠岸，所以吼，迄个落地就爱派牛车来甲接过落地遐。咱即摆给咱看即张图，即张图其实是荷兰人画的，荷兰人画的。伊是徛伫即摆北线尾，就是即摆差不多伫咧四侧迄个所在，为南边看过去。所以伫咧画面的中，就是迄个正手边遐有一个城堡，遐就是即摆安平古堡啦。即个岛就是即摆安平迄附近。即个岛的正手边的迄个海的对岸遐一搭，就是咱即摆的台南市区一搭啦。所以迄个时阵，小英河伊就是为即个所在出发，坐一个小船啊，去到迄个对面台南的落地遐。伫迄个未靠岸的时阵，搁换做坐迄个牛车，搁坐去迄个落地遐，就是安尼的状况。咱拄仔看迄张图的迄个部分是海边的部分，咱即摆咱来看讲迄个陆地的部分吼，伫咧大街头搁较入去。咱知影讲即摆大街头是咧民权路遐，所以其实咱即摆看的即个道街仔路，就是差不多嘛是即摆的民权路的部分。顶悬吼有一寡画吼画图是诚趣味，譬如讲伫咧迄个关帝庙的顶悬，遐有几个人踮遐咧整理加人理。即个所在吼，其实就是咱即摆讲的石真龟甲人米家迄个迄个附近啦。咱即摆讲到石真龟嘛，是拢咧讲遐敢若有做侪物件做好食。其实迄个所在较早有即个名，就是因为遐有人咧整理，迄个石真龟就拢摆伫遐，所以较有石真龟的迄个名安尼。伫咧下骹遮，佫有看到有人咧算命，这会当去找着较早名做抽签行，这抽签行伫倒位诶？就是伫咧咱即摆迄个大天后宫佫出来遐有一间迄个开基武庙，嘛是过来拜关帝爷的。开基武庙其实咱拢讲遐是关帝港啦。迄个所在，迄个庙面的头前，迄条环的路，就是较早的抽签行。啥物叫做抽签行？就是因为较早迄个算命的人拢伫遐，拢伫迄个街仔路遐。遮有人咧卖帽啊，较早叫做帽仔街。无鸡，遮挂一个衫，这较早卖衫叫做故衣鸡，遮卖鞋啊，叫做鞋鸡，遮有迄个卖迄个金钱的，就是迄个军人咧用的物件，叫做金钱鸡。这伫咧迄个中安街，我中安街迄个所在，中义路甲中安街迄个所在，所以其实为顶悬的遐个图，虽然讲伊拢无写名。过大部分拢会当去对着较早迄个地名，甲迄个街的名安尼，嘛是诚趣味。这是张老相片吼，这伫迄个20世纪一开始的时阵所翕的，这翕的时阵已经是迄个日本统治的时代啊。毋过迄个时阵是大部分迄个台南市区个保留一寡迄个。原本的迄个翕啦吼，毋知影敢有人知影讲即张图是咧翕倒位？我是串一个，
大家应该有看到有一个厝顶最悬的，厝顶最悬的，迄是一间庙，嘿。伊这间庙最大，因为迄个厝顶的头前到后壁拢是同一间庙，嘿。啊，上头前咧，搁头前有一条直的，迄毋是迄个电话条啦，迄是迄个较早迄个庙的头前拢会徛迄个机关。嘿，所以迄是机关，迄毋是电话条。啊，咱即摆看这较无清楚啦吼。伫咧迄个上悬的厝顶的后壁，遐我来记落来。你讲迄个相片偌久？差不多伫20世纪初期。迄个建议，拄则后壁有人咧反映讲，咱叫做丁哥啊，丁哥，哦，梅机关丁哥是梅关，丁哥。好咧，丁哥是做一个时阵去徛迄个顶头挂迄个钉。啊，所以伊啊吼是叫丁哥，也丁哥，是啦，丁关啊，丁关，也丁哥啊。因为丁哥是咧做一个时阵咧徛迄个去长长的迄支，啊顶头挂迄个钉咧，嘿。重点是迄个，毋是读做官啦，哥啦吼，这哥的哥。伫哥，嘿。我拄仔这要讲的是遮啦，遮有一支，可能看无啥有，啊，毋过迄支是白色的，嘿。迄支即摆阁有留的，即摆阁有留伫迄个即附近，嘿。因为若迄个时代的时阵，因为我有要去笑啦，所以有可能会当出即个角度的，就敢若迄个民生绿园，迄个消防队，迄个上宾馆遐有可能安尼翕的。迄个时阵的台南市，就是迄个所在上悬，所以我感觉有可能是伫遐翕的。哦。其实咧翕即张相片迄当阵，迄个塔还袂起起来，嘿，即差不多伫咧1900年代，最早期的迄个相片，嘿。嗱，我讲这啥所在啦？这三间咧，这长的这三间是一个庙，这个是即马民权路的迄个北极殿，大上帝庙，这是正殿啦，这拢有留伫的。啊，伊后壁我拄仔讲这个白色，这就是迄个胡椒馆，胡椒馆啊。这时阵应该讲第一啊，迄栋做台南手扣酒，青鳌寿，咧迄个记录甲测量迄个气候的迄个所在啦。啊，所以咧，这是北极殿的大门，所以即摆就是即摆民权路。毋过较早民权路的，毋是一条，是两条双连街。遮是一条，遮是一条，中拢是厝，嘿。即个日本时代以后咧，甲中遮个厝，遮个厝全部拆掉，全变做一条路安尼，就即摆民权路，嘿。所以即张相片吼是翕啊上早，翕啊较早，伫咧较早时阵所翕的啦。咱会当看见讲民权路遐中遐迄排厝，搁还袂拆了，嘿。所以算讲是真珍贵。差不多就是安尼啦。伫咧北极殿大门的头前，遐迄条街叫做车花街。伫车花街另外一边迄条叫做下街。拢咱拄仔有看到迄个卖鞋啊，迄个部分就是下街。毋过即摆拢变做民权路一部分啊。啥咱要讲即张相片咧？咱会当看到讲大上帝迄个所在咧较悬，毋
毋是敢若迄个厝起较悬的吼，是本迄个所在的迄个地形本来就较悬，所以像迄个气象台咧设立遐，就是因为讲即个所在较悬，会当测到较好的一个气候的资料啦，所以较要甲迄个气象台设伫咧遮。迄搭遮吼，迄个较早的人有做迄个旧岭，所以就是较悬所在安尼。草花街啊、下街即个所在，即摆是拢无人咧讲啊。毋过伊咱为迄个一寡迄个古早的文物来看，就比如讲即块变石板或者春暖下街，就是较早可能是迄个伫咧迄个下街遐所留来迄个物件安尼。即个即摆搁伫个吗？搁伫个。即摆收伫咧迄个地新公文物馆内底，文化局咧管。毋过平常时拢收起来，拢无人看啦。这是较可惜的所在。咱来看较尾后的图吼，即个省地图咧，嘛是咧画咱即摆台南府城的部分。因为台南府城伫咧迄个阿蒙处理过事情了后咧，就开始咧起城。毋过起城一开始毋是起迄个庄仔城，毋是起土城，是起即个大家拢会晓看到即个用砌地仔甲围起来。就一个定位安尼尔，迄个城门呢是用迄个砖仔起安尼，是算讲是足简单的城嘛。伫即个图的部分呢，咱会当看到大井头伫遐啦吼。毋过咱想看卖啊，咱拄仔看顶一张图吼，大井头就伫遐海湾边啊。毋过伫即张图咧。大井头甲下骹遐的迄个海岸是愈来愈远啊！大井头遐总变做即个陆地部分安尼，中央有水仙径，即个原地港看西街安尼，看西街。所以即张图可能会当甲咱提醒讲，迄阵的迄个海岸可能是慢慢一直为西边一直提。迄个府城的部分呢，从一直嘛是。迄个一直过来安尼，迄个城市开始咧，迄个增加安尼。咱老一辈较早的人吼，有讲即句迄个俗语，伊讲咧，上帝庙金钱，水先金年钱，敢是年钱？哦对吼。其实即句话吼，我无听讲过，这是伫资料内看到，因为即句话吼，可能已经失传啦，拢无人咧讲啊。毋过好佳哉有资料，甲这拢记录起来。即句话是啥物意思咧？上帝庙就是咱拄仔讲的，连烦恼已经北极殿已经大上帝庙。水仙经咱拢知伫倒位？伊即句话就是讲，上帝庙的金钱。金是啥物咧？金就是咱较早古早厝迄个大厝的大门的涂骹的上地头前有一块足大块的石头，迄毋是石板哦，迄个大块石头叫做金，叫做石金。伊就是讲上帝庙的涂骹等于水仙经厝顶的迄个圆的头前，安尼。这个石金啦，这我伫迄个忠义路迄个旧册店做金万义，伊头前，伊迄个厝其实是新起的，毋过伊头前佫有留迄个较早迄个古早厝的迄个石金，足大块，即甲普通迄个地层石迄个石板是无啥共款的。咱看哦，倒手边迄间就是北极殿。伊迄个庙的地形吼，其实佫有保留一寡旧岭迄个地形，所以咱要入去迄个庙吼，毋是直接入庙，是佫爱爬迄个楼梯，爬足侪层较入去。所以
这就是会当说明讲，即间庙住伫较早的迄个地形是较悬的，所以毋单是迄个庙体较悬尔，是因为伊的所在本地是较悬的。啊，正手边迄张相片，就是迄个水仙经。伊水仙经迄阵较早拢砍掉的啦，拢有迄个市场砍掉。啊，最近是咧整修，所以伊迄个厝顶拢拆开，才会当看到迄个厝顶的模样。所以迄句话就是讲，北极殿的即个楼梯遮的悬度等于水仙经的厝顶，这可能是有淡薄仔较合嘛。不过即个话主要是就是讲迄个地形的变化，因为海水冒迄个豆豆啊一提，吼，啊迄个家中拢迄个浮出来安尼。即摆还佫会当看到即个地形。这个相片呢是我徛伫咧迄个西门路啊为东边安尼翕过，所以迄个北极殿就是伫咧迄个上尾后遐，嘿。所以咱看到讲，即个民权路呢，其实为迄个中一直到迄个西门路遮，已经有一个街，啊，即个街就是较早海外的迄个地形嘛，毋单是民权路尔。伫即摆一寡迄个市区的迄个巷啊，啊是迄个厝边拢有迄个街的即个部分啊。即张诶是伫咧车港迄个车港路边啊，较早车港路嘛是伫咧海岸边，不过即摆拢无啊。不过伊诶迄个边仔迄个巷啊嘛是有迄个街迄个路来，所以我阿妈煞迄个车过来，迄个煞转来。啊，伫咧正手边顶悬一张，这是伫咧迄个大马祖经的隔壁，边仔遐。啊，因为遐伫咧差不多几个月之前遐咧整修，啊，甲路的迄个涂骹迄个房仔拢甲摕起来。啊，就发现讲，其实下骹有创一个楼梯，这有三层伫遮安尼。所以这其实嘛是较早迄个为海边要上外迄个中迄个街的即个所在。毋过真可惜啊，即个楼梯后来即摆无留下来，全部拢交摕起来安尼，是我是感觉真可惜安尼啦。所以其实咱为遮个所在来看咧，咱即摆府城的迄个街路还是迄个巷仔口，拢会当找到一寡迄个海的基地，海的地形，啊，虽然讲咱即摆拢看无海水的迄个部分，不过即个部分其实拢有留下来，这拢是迄个真趣味一个部分安尼。咱遮的地名其实拢咧记着迄个历史的一寡部分。为一寡地名，啊，为一寡咱即摆会当看到一寡所在，咱拢会当去找着较早的历史，较早的地形是啥物款的迄个情形安尼。啊，就是因为遮个历史，较来变做咱即摆生活的迄个空间个环境，咱就是活伫咧即个历史的第一发展的结果安尼，所以为遮个一寡做小的所在，也是迄个地名的部分，也是咱拄仔讲的。一寡道路的名啊，一寡迄个俗语啊，拢会当找着较早的人是安怎生活的，啊，一直发展着咱变成咱即马所生活的迄个环境安尼，啊，所为大家所介绍差不多是安尼。周老师，伊所讲的一寡名词，来甲大家参考一下啊。比如讲，咱这个主办单位叫做台南新雅，咱用台语安怎讲较好啦？对了，新雅，是新雅，对。啊，当然你要台湾做台南新雅嘛是会使，不过我会去想着水品。啊，咱这个少年，咱这个阮足优秀少年人啊，我姓爸。我进府台语叫做爸，古青春音吧。我做古早的歌，你有看无？华语的歌，早来台语拢是
飞机，香飞有分嘛？飞起来飞，有无？浮起来浮，所以拢是像我说棒啊，嘿，就我说棒，因为我祖先，我是正港的台南人，我毋是府城人，我是硬呀啦。阮全台湾哦上好大的所在，外教拢会赢啦。阮某迄个所在算好啦，所以阮两家即嘛足散，阮某是新市的大姨。哦，你人愈济吼，好，所以下底这是罗马拼音啦吼，这就是我的姓吼，方姓。啊，你讲海鸭骨，海鸭就是鲸鱼嘛，吼，为虾米叫做是昆心？昆心就是海鸭啦，因为伊这。咱知影吼，有一寡水流山，迄个流海了后，啊，这东北季风安尼靠，这山啊，阮钓迄个茶铺顶管，豆仔激出来，你对咱遮往西看，伊就像一个海岸的徛只尔，所以有七个分身，分身就是安平嘛，一直到一分身就是湾里哦，叫湾里哦，哇，这天啊，我会甲你教咱台南的腔口，哦，咱大家即款了解者。为什么叫二战行客这2个字？因为伫古早二战行，伊是伊北岸和南岸无边关，一边较悬，一边较低，所以叫2战。有啊，所以叫二战行客。所以为什么你要家叫二行客？你若保存二战行客，咱是会当愈了解这条客不来咧。你像阮兜住伫闸门溪边啊，啊为什么叫闸门溪？有一阵仔迄金蕉俗甲吼，拢。阿皮哥就食落去，阿皮哥食到屁面啦。有尾啊吼，阮着咧讲生前讲好，啊，阮遮有一个叫文溪啊，现在早物啊，文溪吼，甲买了，送甲买去闸门溪啊，因为政府甲买去建大闸门溪旅馆，吼，所以闸门其实是一个人名，阮遐属阮下，阮下属闸门区嘛，所以你要了解讲，你对即个溪的名，你就知讲，所以有啥物，阮换兜的名换地叫闸门区，因为较早是闸门。来迄搭遐开垦的，安尼有了解啦吼。比如讲，头拄仔咱讲自龙路，一个囡仔就袂晓讲运龙路，自哦，咱台南这个舌面音字发了真清楚，日头啊，有无日头啊？但是你去嘉义一般拢讲日头啊，你发热啊，无发这个字的音啊。哦，所以咱台南人有保存这个真水的迄个腔口。因为我真细汉就袂晓讲华语啊，我出世阮兜的人全部拢讲台语。我英文啊，啊，搁过来你看龙，即摆真侪少年人，伊拢讲自龙路，伊受华语影响。因为咱台语吼，你有发现无？除了2字，伊的声母同文母是鼻音以外，全部无2个声母甲文母。这么说声母韵母都是鼻音呢？台南人来就是呢，安是安啊，所以2个拢鼻。咱台语无，但是你囡仔毋知影做。龙啊有无？自龙路伊头咧龙路，我台南人，遐个差唔多，而且因为伊甲伊声母甲韵母，伊拢来读做鼻音，听起来真奇怪。哦，这里生理学内底叫做共存介质啊。如果伊这2个会当共齐出现的，甲咱两个是特殊的，就是盲甲囡仔，这2字白话。好，像当初咧读这个育婴盒啦吼。伊个批海必游内底，伊就讲，伊讲哦，雪龙白风，小挺行，哦，暗门声势，独精行，道头平常有车坐，日暮翻过翻过，车探车。其实为虾米？有车咱使去，在大江内海内底，因为大江内底下底迄叫做铁板沙，铁板沙不哩啊重啊。所以第先讲当初伊要对落去门溪起来时阵，其实是袂当起来。因为伊船仔内拄着铁板沙，船仔就煞起，伊拢查船嘛，啊，所以伊就请妈祖，吼，请妈祖吼来拜拜，请妈祖保佑。真正船仔扒流起来，所以伊拄仔对迄个啥物，你门溪啊，你迄个拢铁板沙，毋是你若去对咧，你去即个四册哦，大众庙遐，你若看，伊内底有即个图，吼，咧互大家参考一下。伊这今仔毋是我上课的重点啦吼，比如讲咱讲柑啊。柑仔一粒就差不多咱一节推起来，你若8人推，迄是柑仔。哦，你看咱其实，咱头来咧讲一句话啦，哦，所以我讲你大江内海的铁板沙啦。头来咧讲这叫机关，毋是机关哦，机关就较早是桥头前，伊咧徛，
啊是你若着杞人巨人，着杞人伊就一个金瓜子，吼，阮姊也过去麻豆过家，过家着杞，着捌着过杞，所以因过家遐佫有一个金瓜子，啊，所以金瓜，啊，你金哥迄是咧做石的时阵，伊咧徛金哥，这是无啥共款，啊，公主袂晓问题啊。金哥是迄长长金哥迄种。对啊，哦，一般拢是做石的时阵才会徛金哥，哦，安尼，啊，这是徛机关，哦，机关伊就是安尼写，时间，机关，我这个读过官啦，吼，机关。啊，一般咧，这老机关拢三仔做，所以机关拢会先烂去，所以伊留来拢留啥？机关做，了解？我都毋知影今仔是遮无咯，我记阮姊啊头前啊，阮兜姊啊头前伊就是一个机关做啊，哦，因过家，较早捌着机，哦，安尼，哦，大家了解者，所以伊个机关做。他说咧，讲这上帝庙的阴就是咧，咱庙这厝尾啊出阴气，所以拢会甲伊掌管起来。伊掌管伊就真甜，这就是为了咱台南水济嘛。啊，所以你若徛伫这个树影，就是上帝庙北极殿啦吼。北极殿你甲看咧，你即种厝啊啦吼，无你会当其实是去看到，啥物叫年钱呢？年钱就是这叫顶管迄叫做中节啦。上面那个叫中节，啊，伊就伊个遐会安出来咧，迄个下东个吼，迄个炸，迄个水咧流来啊，迄个叫做年钱。伊个年钱是安尼写的，伊像玻璃啊安尼啦，啊，这是屋檐，屋檐就这钱，这是高楼，啊，对，这是大楼，我小啊。所以你念个咧，上帝庙阴年，水仙经年钱。安尼，这较早，阮一定，较早我捌去考过咱台南市的古蹟解说员嘛，哇，这一定爱考的啊，这是8年爱考的对啊，这一定爱考的，8条啦吼，金华路有一间中更行，毋是咧从利用迄个做啥？就伊就叫8面开的，对吧？8面开中更行，伊就阮开了对啊，为我教伊变过来干拢不对啊，我去阿过，好，好，过来。这就是咱头先讲，我要讲的内容吼，其实我今仔日要上课，迄阵我明道啊，阮即个小孩仔咧找我说，到底是啥物做台南的腔口？啊，我台南人吼，咱之前有一个台语真厉害的谢国先的吼，伊就讲我台南人讲啊拢无腔，我甲伊讲有一届我去国城吼，南投我去找阮，我当时阮12业，我去找阮我就落车，我就甲问讲，车门吼对一间国小要哪去？伊就话，你毋是阮遮的人啊！伊听我腔口袂啥，你绝对毋是南投的人，所以离乡不离乡。你行到对，就较少嘉义啦，来嘉义咧讲话就感觉无共款啦，甲嘉义空啊了的啦，讲了，所以咧讲话就感觉腔口就有啥共款。那啥物款是台南腔口呢？好，咱即嘛吼，对头来看，到底伫咱台南的腔口是生成啥物？如果历史伫咱台南留着啥物款的思维？词汇台语叫做词汇，啊，有人讲吼，嗨，台南人上好是台南人台语最好，袂晓食，即个囡仔台语，我袂晓，我烦恼甲会食袂好嘞，吼，所以台南的腔口甲词汇，词汇就是词汇啊，这顶完这，啥物是台南？这你爱去学罗马字，真侪人真侪少年人发来讲，你若用迄英语，你啥台语？那罗马字，这罗马字其实。每一种语言，记录语言的符合就是文字。全世界文字有两种，一种是标义的文字，汉字就是标义，另外一种是标音的文字。咱台语可以当标义，可以当标音，不哩较好，不哩较好。比如说啥你甲写奢字，你看这奢嘛，你别来讲你讲芒果，芒果你会讲芒果，那么真奇怪啊，芒果不是啊，是山啊，所以这较少人来讲。讲的老较紧吼。你也听无爱举手的，因为我做老师惯势吼，我会甲囡仔讲，啥物是台南的腔口？你试看觅，你同我讲的有够，我毋是武侠人吼。其实咱武侠人甲咱安平咧讲的无相共的，安平是海口腔啊，海牛国啊，有啊，海牛国其实，我毋是啊，我是只讲，阮的祖先是对地球讲过来。哦，欢迎。对。因为我姓白，我读高的时阵，我咧班有3分人是姓白，我想姓白应该就这，叫国中村人诶。
叫师专存一个，后摆去教册拢剩我一个姓房。所以我是因为阮的祖先就是帮款，帮手款，毋是通帮手款无啦，因可能是亲情的款啦。啊是，伊可能是真正较是有影，帮款。当然咱中央爸够大爸，跟小爸我是上小爸。所以阮迄代遐，阮迄中央里啊，较早叫中央村，我姓爸，阮共村的拢共班嘛，所以阮咧班有3个人拢姓爸，咧班就要60个。什么是台南门口？什么叫台南区呢？中南部啦沿海拢海口区嘛，像迄个台西是海口无，布袋啊，因为讲个海口区伊个杯拢会安尼翘起。得得是鹿港区嘛，鹿港人讲话就相共啊。我第一台语老师徐景华老师，伊就是鹿港人。徐景华老师，对。所以我拄开始咧上个台语课，不哩较痛苦。第二个教我台语是赵万秋老师拢讲，我台语上介好哦，好。所以咱台南腔嘛，先叫优势腔，就是我真咧讲的，就是讲，伊就是以下门音。就是像蛇人嘛，这台语就做咱今毋是咱今仔要买回啦吼。迄漳州腔的混合区是现主时台湾上优势的南部腔，以咱台南腔来做代表啊。其实即嘛毋是，即南部腔伊讲用落水溪做界界。其实我感觉即台南腔已经缩甲十门溪啦，就是十门溪北江溪啦。啊，咱的优势腔敢若较只加入去，因为北部经济较好，真侪人去北部食头路。所以伊去受着北部人的影响，拢透人啊。正港的当然优势腔拄啊对台南较高用，屏东嘛可是，好。所以这上面做腔呢，这是这个例啦，你要安怎讲？不能讲摇摇啦，这是入去读迄个。然后是上上还是上上？台南人，阮母啊拢毋捌字哦。你甲伊讲，这安尼白叫做白酱，伊袂讲白酱，伊就你讲白酱吼。啊，就抢要食香，北部腔就是抢要食香，有无？头脑台南人上好笑的就是唱歌，所以我真正拢讲唱歌，叫唱啦。你敢会晓唱？讲台北，有啊。是毋是？我是讲你条歌敢会晓唱，有无？所以伊唱敢唱，其实是差咧变化音尔。笑就是无变化音嘛，笑，安尼。所以你讲，咱讲唱歌嘛，台南人讲唱歌，所以你看遮你就知讲哪有上上，这台南人，伊若讲哪有上上，可能是台南人。不你安尼分来这讲下，好，这就是原理的人来讲，原理遐人来讲的话，家庭原理，伊拄价值3人客嘛。其实，鱼球啊，鱼球啊嘛是啊，鱼球啊是啥你敢知？鱼球啊就是龟仔球啊。龟仔球黄淮，黄淮，迄是龟仔球啊，所以时数是龟仔球，还要客家。伊球啊是4分身，5分身，4分身是龙岗国小呀，若分身7分身就是原理。因咧讲嘛，拢讲你伫哪？你伫哪？我要来去原理打，好啊，咱台湾有3个原理啊，一个粤语啊，马里迄个就苗栗迄个叫做原理。咱较早鲜华的古地名叫做原理，咱们溪嘛较早叫原理溪啊，因为你是马卡里湾内底，所以叫做原理。对，马卡里湾，马卡里就是嘛鲜华。好，啊，搁有一个就是原理，这个成功国小，我一直咧问这个问题，我问台南市教育局，为什么你无爱叫原理国小，要叫成功国小？啊，即我来想，时数的时数国小，龙岗的龙岗国小，为什么你原理无爱叫原理国小？像迄个。当我做市长，我来改吼。迄个，那个什么国小，盐埕。就是为什么你不爱叫盐埕国小？你叫一个新国校，不哩奇怪。你应该改迄地名安怎？好落来就好，对不对？你后再一个拍我一下。我出来算转地差不多3票。我连我过了我倒我。台南上有名的当然就是关庙腔啊，什么关庙腔呢？伊个声母只要是吃，伊拢快死哦。对，所以你看，姓赛啦，我伊个姓赛啦，呀，来去车头坐车，
哇晒它，去晒死啊，要红晒，红晒就是茄子，所以伊就是无吃，所以有一班老人节到，迄阵关庙各乡，关庙乡的就讲啊，咱来送有一个老人一支电筒好啊，好一支电筒有够赞的，你讲你这你介输出介输基本的时阵，爱甲这老人讲，咱这电筒谁爱用的？吼，看吹偌久就好偌久。这个你介输是关庙人啊，伊就讲啊，我干咩啊？你有遮呢？来，今年讲爽，老人节要送你这支电筒，互你甩，这支电筒讲用互你甩，送互你甩，看你在甩偌久，会当甩偌久，我这边甩一世人，讲我就不来。你有注意嘛？你吃肉，或者是老一辈开始无。莫讲老一辈，较早我这边的时阵，我有熟悉一个两个宜兰人，伊拢说迄个啥，说药啊，做啥？药一本不然，你说啦。我去走来，我去出来台湾岛，迄阵我伫拍好的时候嘛，伊既然种比较大，我讲你来硬啊，加看安尼，伊看来我过来讲，那你基本的也有看过啊，基本的讲基本的，开始个保留啊，迄个宜兰腔啊，但是我另外一个朋友罗前贵，你嘛敢捌听过？罗前贵啊，亲自作家，就是甲去加油啊，迄阵有多上贵其实，隔壁咧。他们讲有钱贵，伊是讲我哪叫有名？伊讲是，我要答一个，讲嗨，有钱好贵啊！来，这就是咱的，这是阿讲的哦。因为阮两较早困边啊。这句话你捌听过？请问这三个你安怎讲？无答我。袂歹，无答我。我既然讲无答我吼，你拢办俩拢听。伊讲我一头遐厉害。伊搁对台北听脚踏车来台啦，较停啊！各位听倒对台北，你有影无搭完的，你当坐高天边咧骑脚踏车，这是迄阵我一个学弟啊，伊退休啊，伊就对台北骑脚踏车骑到来台啦，搁骑来个，你咧无搭完，伊讲嘿，我咧练身体啊，所以无搭完，其实咱的书店较少无奈何，我感觉不够贴切。无搭完来讲，你会使免安尼做安尼做，这做无搭完。你会使免安啦，比如讲，倒去头车呀，你摆过中头，你外口慢慢走。阮母来讲，你说无搭话咧，外口咧叮，你敢捌听过这句话？外口咧叮，就是遐拍到乌马嘛，我就拍到乌马嘛。我拄仔来遮，我骑车，拄摆讲拖吊，我听外面讲，伊拢甲我讲这先到不能停车，我就真乖，我说我卖停，我开始买行哩，做两个。好，来第五，你要安怎讲？你甲你一个人去危险啦，伊正确起来危险嘛吼。毋过咱讲搁过来，你毋是，你叫伊做伙去，我听过无？迄个咱的电视写讲起来做心急腔，我真细，阮母也同咱咧讲，你若摆，阮母绝对袂讲你莫含伊去，伊绝对讲你若莫爱叫伊去啊，好无？捌听过无？所以你若捌着讲这台人叫伊去，叫好无？后摆你会晓讲无？是叫是无共款啦，帮无师傅退休。伊即句话听到话，这句话是啥？帮无师傅退休，帮无师傅咧做啥？咧叫，点啊叫对不对？咧叫较袂叫。退休啊，我就叫啊，叫是帮无师傅退休。但是我迄阵我15岁，我15岁咧读台南师专的时阵，我就第一届去拄着阮下爷妈，但阮曾武区以外啦。就是真滴，因为阮这边算 K8嘛，咱们 K， 所以我罕咧拄着 K6的啦。一直到我去读书做咧时阵，阮班就做一个真滴，关庙遐个啦。伊拢甲我讲，迄物件下来，伊拢讲下来，我毋听无。我本来就下啦，你搁叫下来，我讲下来，伊讲毋是，你看，伊袂讲退来哦，伊绝对讲下来，伊住伫迄个关庙就过点菜，阮同班的嘛，都算起，就说无爽无跳呀。伊是小，我是无嘛，伊拢讲下来，伊关庙啦嘛，不过伊讲的就无关庙听嘛，伊讲的就无啦，倒过来迄，阮真正遐我毋食下啦，好，第7，我毋知你有哪个，阮兜开始是安尼分，查某会讲阮，查某会讲我，比如讲你咧甲恁女朋友求婚，讲你叫我较好，迄查某就讲，家己真好，阮毋知啦，等下问阮母看卖，伊会讲阮毋知，查甫人就讲，
阮只要要咧甲主导，你莫甲调去主导这句话啊。我毋知要哪写，所以我就有人评价。阮母的嘛，讲啊，嘿，我咧甲伊叫你，你要甲主导，有无？嘿，主导就不理你啊。哦，安尼不过听过啊，把台语捡落来，哦，伫阮还未离开以前，哦，啊这维克团我传落来，阮下一代吼，阮后生较早拢爱讲华语，讲对，拢爱讲台语。伊即马较大汉，伊开始去 KTV， 伊开始会唱台语歌，开始会加减用台语讲啊，因为伊头出来讲阮爸咧教台语，伊家己袂晓讲，伊感觉讲老苦，好，就这，好。第八，所以主导是知道两方讲。知道你若要读，要读知道啊，对无？啊，就知道啊。所以这个知道应该毋是，你了咱你个知，这个知，但伊袂翻成知啊，声有它内底无可能啊。啊，道德一是那个去声嘛，不能阴去阳去就是伊就是袂道。你就是袂读到啊，所以有可能是直华语，用华语讲，华为，借华为，借华语的话，伊借华语讲，啊，因为咱台语内底无，咱的华语内底无翘舌音嘛，知道，哦，知道了，我知道了，你甲我知道，这上可能，因为我毋是一个学者，我无开课过，所以我连后面我就知影讲，我自细都安尼讲，哦，袂歹，接下来加啊，赞，你学了哦，你都无咧甲拄看到咯？对了，看到对哦，迄个会加有无？啊，伊个会加啦，比如讲，不离个啊，毋是不离三个，哦，伊讲咱人咧，咱咧话咧加安尼啊，是厝咧厝做个生团，哦，家己生团安尼吼，就阿爸妈考古你，你去啊日本人，日本人听我头讲去济，你想台湾人家己安怎，甲斗做伙啊？要介做出来，就当嘛考古你头壳，当嘛就是迄个头壳，考古你就是爱伤罪，对了，你爱伤一个。你家讲提莫吉是 spring young 嘛？提莫吉就是感觉嘛，spring 是春天就特别好嘛，young 就是感觉就好，跟 young 嘛，提莫 young 嘛，话你搁讲，即我爸讲呀，提莫就是 spring young 好好，今仔日念唱歌念曲，有无？其实我做侪话拢讲爸，好，比如讲伊咧看迄电视的节目，比如讲我即个做过啦，放糖放拖。你明白啥意思？空拖就是昆虫啊，放糖放拖就一糖放袂了就会走，伊无咧讲的。就讲这个头人无即个，啊，或者保地嘅道理做的，我这个少年家啊，严家行啊，伊就晓讲，啊，我来紧就他妈得小等一下，哦，我来紧甲这个就马名记起来，你字话我名写，好，第八，你晓读未？我讲了，读对，啊，我今日甲准备奖品来，啊，你若读对吼，你送你一份奖品。哦，袂歹哦。对，住伫所处的所，哎呦，你看来啊哈，领字你知吼？哦，你知哦，哦，你太厉害啊！应该是你来说，对，住伫所处的心灵，叫你假处了，这假老师最恐怖的。假老师你好，假老师无啊，老师你甲假条啊，就是咱台南人开始就是写处了，你无讲写处了，伊就讲假处。所以你要考台南人，考这个会知，有无？我逐家咧听过，我逐家拢爱走，我伫台南等于阮下啊，带我等我回顾。好，第九，你捌听过这句话无？伊搁伫骹面诶，你捌听过无？我咧讲外口拢，毋是讲外面，毋是，对，口面，无？你甲口面咧，较早我细个时阵，还有内药哦。真正好，阮阿妈拢讲哦，你去骹面咧，迄个啥物？你讲骹面，伊唔讲骹面咯，伊讲伊讲叫草面，伊讲你甲迄鸡啊点入来，哦，遐物鸡咱内底来了就来，迄口面确实有影，哦，迄个搞笑。伊鸡啊，你白换做点，伊袂可以走。我细个时阵，我经过啦，哎，应该你看较几当时间，我你讲我来做老啊。是无对啦，即差不多50当时。我这也搁咧顾内hiệu，即个内hiệu啊去叫较有人看，去人家较有。内hiệu啦。安怎写啊？阮拢讲内hiệu啦。安怎写？内hiệu就是吃宵啊。哦。吃宵就是内hiệu。
我较早年我毕业的时阵，因为我功课足好，所以我分去嘉义的山顶大埔。大埔遐有一条桥叫做内叶桥，就像内叶叶子的叶，内叶桥内叶。啊，你看，你有啥物摆遮吃销，你像内叶，我从跳啥物桥啊？伊个毋是，伊遐拢，我较早了较济时阵，下晡时啊，内叶就我较，遐叫真好啊。我感觉吼，迄个来应该毋是真诶，无啦，这应该安尼讲啦，就是讲休息啦，有，毋是伊这是安怎？伊这是混同。对，混同是我借伊意思，但是我无借伊音，因为我台语歌讲来好啊，对，但是我袂写写内叶，就是借音，借两个音来好，你读出来就是来好。毋过你若看字面，你毋知这啥物东西啊。但是啊，你若看着吃，嘿对。有可能是厉害字足难，这爱请台语专家搁去对。不离可即嘛大陆安尼写，吼，咱教育部嘛是安尼写，吼，好，感恩你啊，你迄题目出来咧。以色列爸爸妈妈跟他的爸爸妈妈采的，因为我是老师嘛。咱若囡仔去爸爸妈妈去接囡仔，讲囡仔考几分？以色列妈妈是问囡仔，囡仔倒来到厝，你囡仔有甲老师问一个好问题，差别在这里。你有甲妈妈，你有甲你老师问一个好问题无？你袂懂，袂使讲老师问讲，我开当去给做。而且我的教学观摩，小朋友有你的举手，没有举手，好，这有个小朋友举手，小朋友举手。啊，你说，老师我能不能上厕所？哦，不能上。啊，好，来，上本多啊，来，跳过来。老师，歹势拄则迄张迄个主导，我有听过一个讲信道，我爸爸听讲。哦，信道是信道对，信道是无咧甲你相信。对，我们主道是无咧插。对。哎，对。哎，比如讲，我咧讲啦，信道就是安尼。你若讲吼，我讲，我真哦，我钱无偌济啦，许存袂讲，我睇到5、60亿尔啦，你来甲无钱啦。我咧无咧甲你信道，我哪有可能我？伊就是安尼。啊，我母来讲，去后口迄米仔收起来，米仔迄种咱来股票，可能无时间啦。伊讲米仔收到，我就去遐佚佗。伊讲，嘿，我咧你讲个，你拢咧甲我主导哦，意思不太一样。OK， 好，咱有问题哦，我不一定会验，我不一定会验，我会当甲这个问题，搁带倒来查看卖。咱台南是咱台湾历史的源头，对不对？对。所以伫咱台南内底吼，上早汉人来以前带啥物人？荷兰人来以前带白布族的人。所以你看，这全部是拢咱台南的白布族的名，你捌几个？第一，台湾本身这个名就是对赤坎爷，一直传到尾啊，变咱规个台湾岛的代表，台湾。第二，赤坎嘛是啊，所以较早国民政府来外海，你敢知？讲这么个赤坎噶，因为它是红色的屋瓦，所以叫赤坎，家里的房屋。你我袂讲吗？开始是我袂讲啊，所以较早咱读的地理拢是历史啊，读的历史拢是传说啊，我袂讲。新港就是新的新市。伊毋是真正一个新的港哦，野原住民地就是新港。伊就是叫新港。新港。这个叫伊那块我也毋知影，因为伊嘛是属于声调语言，不过伊嘛是属于中英语言嘛，所以伊就是新港，也是新港。咱你做无录音起来，所以毋知影。好，再过来，麻豆，对，麻豆啥物事？敢知？饮酒。麻酒。阮母啊中风啊，我就去申请一个1年的看护，伊就甲我学台语啊，我就袂学印尼话。嘿，伊目睭就讲马达，对，马达，伊拢用罗马拼音啦，所以我用罗马拼音来看台语啊。好，所以麻豆是目睭意思。嘉联邦就是伫监理站的边啊，麻豆监理站的边啊。较即摆你看，较即摆我咧读你看，小人真个家己。小人写。叫小人写，大家住家有7个，搁过来客家，毋是讲品学兼优个学者，本来嘛是美国做的地名。大古庙，盐水，现在的盐水，伊叫原先是用迄个钢球月亮的形状，才较较月形港。这种我骑脚踏车，出去，因为我无翕相的是怪事，我拢翕伫我头壳内底。所以我可无时间，我本来要甲这所在。拢翕互恁看，
后摆你若要去佚佗吼，你若真正找无路，你就来找我，好来，嘉义湾就是真诶生活，你家人就是安定，大房卡就是生活，来去叫汉字了，啊，搁过来，猪母鱼，天涯湖啊，三山诗啊，陆军三山诗啊，那个猪母鱼，为什么叫知母意？你若看这电影，你用华语无法度来解说，迄就是一部作的电影。哦，猪母鱼知影妈妈有鱼，迄嘛毋是咧，猪母祖母吗？对，伊因为猪母鱼，有啊，哦，搁过来，搭巴就是玉井嘛，对，伊玉井伊搭巴是玉的意思，伊字句我袂使学啦，伊就是伊反正伊就是用伊，比如讲伊搭巴呢。日本话翻成汉字是玉井啊，所以伊含玉含井，有啥关系无？家伯你知啥物事？啊，家伯就是真诶人，咱台人有两所在叫家伯，一个是南西旧地名叫家伯，叫内家伯，外家伯里头呢前话，家伯就是啥呢？家伯就是木棉，对，扳机啦，台语叫。闽南语叫做扳机啦，原住民语叫荷兰人来叫扳机啦，啊，迄个原住民人来叫啥？咱的原住民来叫家伙就是家吧，哦，搁过来，孤单，遐个有龟哦，毋是，迄个孤单就是伫个南西搁入去，到较早温泉，啊，你爸水灾时规拢有，真够有人咧用啊，哦，所以遐有孤遐有单啊，毋是，日记，用着上有名，日记嘛是。白波机哦，毋是讲遐个机，迄拢在杨桃嘛，毋是讲杨桃机做比较毋是。好，较早我伫大埔要骑车，拢爱骑遐去。迄阵啊，搁台山线遐搁拢一头咯，夭寿诶。我骑到，我爱骑3点钟骑到，脚掌平平，脚趾拢无好。啊，伊爱骑过平地，遐拢摇桃。芒啊嘛，伊伫个，我即嘛一个新的景点，迄叫什么教堂？毋是水晶，白教堂，毋是白教堂。叫一个秘境，遐就是望冕。你睇玉井遐有遐是望冕有无？望冕就是马哈嘛，马哈嘛，即种白毛机。啊，拢毋知啥意思。对，袂知影，袂知影。孤单，敢是？毋知，我来问伊遐就知影。因为我爱讲，你问题问得真好，因为我拢去问过在地人，伊拢甲我讲不知道。我要改变，蒙正大来，对，你大来，我来蒙正。哦，原来较早就吕蒙正这个人来遮行去，不是啊？不是。对，所以遐台湾是外马，咱台湾都无马，为啥物有遮济马店呀？地坡呀，白马。我有着要上这个课，我前几工了徛，我做一个阿婶，来个白马啦。我问讲，因为我毋知伊是做放马，还是放马，我毋知影，所以我问讲，你遮店名叫啥？我遮叫放马啊。哦，啊，啥物意思啊？我知。我唔知啊，甲我说，甲我就是啥物？吉贝就是啊。迄有一个书叫做吉贝，对不对？伊就是甲我书。哦。甲我就是木棉。木棉。好，国语吼，你甲伊讲。高基后哦，袂歹。单英华的无？对，单英华的无？国基后。国语吼，要从我小时候学国语。对，国基后。好。所以咱来看。这就是我现手是知影，这里头呢，这是段安坤老师领导，我是来合作。哦，你哦。我问你，这个名字漂不漂亮？完了。对吧？漂亮哈，你敢用台语来看嘛？完了。对，完了。但是咸水，迄搭遐拢挂地波湾，所以叫做湾啊。所以你若唔知啊，哇，这个地名好漂亮，也是歧视的意思。完了，完了，好，完了。有无？我改变嘛哈，完了，我选。哦，啊，你看四波水，你有看无？伫个溪北的国小，包括迄个清寮国小，哦，安溪国小，你去看那建筑，都是用这个四波水。四波水是日本人起的。四波水就是讲，咱的厝名是拢是平的，伊是四面的，迄叫四波水。这建筑名字啊，就这有无？伊这是阿弥陀的，青条的是啥物？木构的，这毋是咱要上课条条。我做下这条图，
咱台南人，你看到这条路，你知这条路是做啥？这什么人你敢知？这西拉雅，这西拉雅族，这西拉雅，这个浩海记的时阵，因为我有去做过记录的，我读研究所的时候我去做，我出来这条路，笑得很开心啊！白衣少女，在做迄个亚贼的时阵，以前亚贼计讲好海，因为祖先伫海里伫拄着问题，啊，拄啊迄个爱上老本家去，所以伊到这个时阵，伊祖先来甲做艰苦，所以伊拜了后，伊拢摆餐馆尔啦，啊，就迄红伊好啊，好甲伊涂骹安尼滚着，看迄足艰苦啊呢，我看足艰苦，伊家己可能袂烦，好，所以我做这条路，我你看，这就是咧，你看我安尼摆，这条街应该是高压线东河村，因为这是古早的，我进去翕的，下点旁边拢共款安尼摆，是讲即个土担仔加有影。这咧做啥？这咧所有的人，好爱迄个爱家己兜的干仔摕出来才摆，这红人祭，咱西拉雅上尾的红过生去啦。伊个会晓，伊袂晓讲西拉雅话，但是伊会晓，伊足奇怪哦，伊会晓念，就西拉雅做，伊足好念，了。好，你若有真正爱去遮，因为咱我拢讲有啥。我拄啊毋是有啥，我拄很便所以你若要去这条遐交通较无方便啦。不然个做家己去，我拢做爱去啊，骑脚踏车1、2、3点钟。你讲迄个人叫什么堂啊？翁姨啦，翁姨就是刘妹，翁嫁倒的翁姨，伊叫翁姨，咱叫基督啦，伊叫翁姨，话叫成哥啊，有无？成哥啊，迄个什么啊？通灵少女，叫成哥有无？你看这地名，咖喱。前话其实拢叫改过啊，这种郑成功就本来讲改，人伊本来拢小人啊，本来叫白咖喱啊。为什么叫善化变成南化变新化？因为拢明正时期来就讲你这完了，我要甲你来教我，所以拢爱变去改。无改，像这个你看，我头都讲咖喱帮，有无？你看这名，你讲知咖喱帮是啥意思？好无？以后要都叫，以后就说叫买人仔，姓买东西的买。我伫海边咧教这时，我就不止教着我的小朋友说力量的力。阮后一个老师姓穆桂英的穆，我问讲，你看这穆嘛，伊做定的啦，伊就甲我讲伊原住民的姓，伊叫穆伊利，你看，穆伊，伊就是甲伊原住民的名，直接翻做汉字。这介绍人讲，咖喱帮，如果袂晓翕相啊，我手机也做歹，出翕起来拢灵光啊，有无？我无啥时间啊，所以大概会写咧一条。你看，这条就是头来讲，咖喱帮入面，伊就开始烦恼行，烦恼迄个叫烦恼行，你若要找这吼，你家己找我，我知你爱徛倒摆，我会知车。这就是啥？这叫做公开。平埔族人以祭祀的叫公开，你做有看无？这地名奇怪无？82甲，下底咧。十乃其实有两种讲法，这就是姓鲜活有鱼的所在。鲜活有鱼就十乃，因在地人拢讲，较早真正较少一人带10个某啊，10个奶。我是感觉较无可能啦，但是人拢讲，另外一种讲法，伊就是地婆做地名，你叫十乃。所以你看这，你看名汤，绝对不要答个，伊就十乃。好，过来，甲我快无？这我叫我无泡这心得嘛，这我伫对鲜花迄个火车上甲出来条咯，你有看这个假发，假发是木棉啊，有无？你看碗头地婆做的地名，有无？官店是因为本来荷兰人，迄拢荷兰来土地，荷兰来叫做王产，地先讲了，伊甲收倒来租啦，租。这些人所以叫官店，所以你看官店，你袂使读官店啊，你要读做啥？官店、艺术产店，对啊，就农田你安怎讲？叫农田，在地人安怎讲？原来产业啦，会晓听，家去滚入台湾，
古早闽都是阿狗，高雄有名是打狗。台南古都车坎老，因讲叫做迄无镜头。哇！伊到尾伊就讲用年叫做番仔田，用电池叫做公山，是记不记得？其实我最爱摕这个来教小朋友，这内底拢平埔族的地名。无小朋友会做平埔族人都在欺负动物，因为泥鳅叫打猫。老鼠叫打狗，拜托，安尼就误会好啊。搁过来，小人，迄咖喱汤厂，伊迄六光啦吼，这两样，小人文化遗址，进村咧名业边，伊进文物城啊，这地无做诶。你袂看咱西拉雅，除了进花道中雅遐，看咱头就是真理大学，中府大学。边仔遐个你着当看这比例，比例，比例来讲，伊并无说是母系社会，所以查某15岁了后，伊来去是，伊来甲伊起厝，这查某就讲，有人要嫁呢，其实伊是要嫁，有人要娶呢，爱着摕比例啦，还是摕吉他啦，就去遐唱歌，去遐笑歌，这姑娘啊，感觉这个人就真成有啊，对袂歹，爱去甲手开，不管是终身老师。会叫开手，所以其实开手是查甫的，是查某的，好，所以你看这边啊，好来，交陪有快乐，这就是文化遗产，你家己去遐看，你来看这个西拉雅的迄个，你看这已经我想，这是咱台南第一间甲学校的名改做原住民的，伊本来叫东点国小，即摆叫做嘎巴耍国小。所以因的教材就是咧提金桃，用甲我，就是用迄个木棉伊墙皮较短，所以伊无适合做衫，但是要做金桃会使。而且过这物件，真侪人知拢用的，因为像我今仔过敏嘛，你若较知带我一棍，偏我就一直拍个球，好无？好，所以这东山有无？甲我算国小。头拄仔咱咧先咧讲国语后边咱国旗后，你看这个所在，阮这个内行的我拢袂使改变一个。你看，伊写古旗好咧，这写国语好咧，这写国旗后，这个较接近哦。国旗啊，神农社区遐有两支骹腿，一支叫大骹腿，一支叫小骹腿，知无？日柳赢，查某赢大骹腿、小骹腿，我捌去教囡仔，迄个重新国小的小朋友，伊遐拢说练较济，练较来练。连战的，伊拢说练，因为我咧甲点名，我说练较济啊，国旗后啊，你看这卖惯啦，这咖啡，今天我准备退休了，我要来遮，要来住遮，有山观音庙，我住在这个所在。陈永华公墓，哎，头对哦，陈永华公墓，不是陈永华公墓。陈永华公墓，哎，对哦，他的公墓看起来。猎猴加起，做前腰哦，做前腰。陈永华伊当然是第一个推出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咱台南用华新社区嘛，对不对？用华国小，伊带一队，伊就是带一国旗啊，带国旗啊，我不是家家店来带，安尼好，有时个国旗啊，哎呀，较好哦。这就是我讲，我去问伊讲，阿桑啊，你这叫啥物店名？宝贝，那叫宝贝？唔知，你听，你嘛好啊。这东山要去甲巴出来是袂少，东河啦，这就是看伊的意象，因为西拉雅是拜佛的民族，拜干那不的，所以这是干那，好无？甲巴出，甲巴出国好，所以你去就知啊，你快来拜干那，干那不，你看，我无跟你骗嘛，甲巴出伊无写，伊无用声调，甲巴出。我第一摆听了，这是我去剃头的时阵，我去剃头的时阵，我就讲装来剃头，一个阿嫂入去来，来剃头就讲，你毋是要等甲我耍哩？我第一摆我足早就知伊叫钱爬耍，但是伊正空台我毋知影，我就讲你搁小等一下，我就问伊，你讲伊是甲我耍假啊？我讲恁遐叫啥物假？甲我耍，好甲带我罗马片，我就较少，规真到真我拢袂读去了，这开始安尼好来，跟李仁记啦，这红。这西拉雅做迄个这就是公界，这小公界，这个是南公界，这大公界，这大公界。我为了做这吼，
几若暝拢无困咧。我第一届去的时阵吼，我要甲伊问迄印度咧操，佮过5档佮去侃侃而谈，而且有人咧推捒，伊感觉我毋是冤啊，较早伊拢看无起嘛，拢讲冤啊。伊是嘛感觉电视台拢来采访嘛，好，伊就甲我讲啊，滚滚机啊，我还去查财务的，讲嘛是事实来，歹势，迄是，我去拜干啦，这内底地向水，这日头高，这咱毋是咱要上课。地波作话，我3万块就是啊，阿西，地波是，甲我招标，鸡，你讲要食过鸡？我细汉食较土，我阿妈拢叫我去烤鸡鸡啊，烤鱼啊，迄细尾鱼啊，大尾会使，倒来用盐来洗较臭苦，嘛是较偏颇啊，啊就嘛起来食，臭讲迄个味是啥物味呢？你会当做一个实验，你家买啊吼，一直穿一个月，我卖洗，啊起来迄就是鸡味，我袂甲你骗，下配落个人一路谈咧，迄种有错呀，这就是标准的，你去看有任何的迄个厉害记录啦，底就写落地波作食这个物件，鸡。臭卡小米，叫臭卡小米啊，而且你是臭卡小米乘以10，哦，迄味哦，我讲迄飞机的囡仔飞机票就是真实的，招标好吧，北头鱼，北头鱼伊迄阵有一个飞帆啊，有去做外走，有无？安尼，好，你看我有图的，这叫看300头，咱台南那边300鱼嘛，伊安尼看就会跳，哎，那300条拢吐出来，所以300鱼等于了解，剩那鱼啊，你放来我咧食对不对？300鱼咧食，伊咧看的时阵，哦，一条，太可能甲咱吐出来。第二用300饲的鱼啊，较真气啊，那300食的物件较真气。人比如讲，你放来就袂使食，因为人比较拢饲屎，较早拢饲屎。所以较早咧饲人比如你看伊的窟啊顶悬是低调，迄个饲人比如啊，直接塑料，迄个食。我袂甲你骗啦，因为阮兜隔壁就是啊。碰到的是啊，碰到就是啊。哦，安尼我无讲唔对啊，对，啊这300块装上来，头一粒保鲜，翘，送去到台北，有无？伊所以300块拢安尼装咧，伊就这种一只用一人啊，有无？啊，拢看着头顶过来，咧装300块。所以毋是较早人咧讲啥物地成功人掠鱼啊，有食啥物？迄是种迄种应该毋是。地波做就是叫麻三班，所以你若信靠个麻三班就是叫三班。啊，伊是应该是我无考证过，我毋知影啦。有可能是迄个穿着服的啦，讲哎，一个人讲这啥物鱼啊，你讲啥物鱼啊，就去300。较早是听人对啊，到像迄个，有一个说叫古晋有啊，古晋叫猫城。啊，其实伊起来讲，讲哎，这个啥物所在，啊，讲有只猫啊，啊，伊是讲伊咧问这猫，啊，遐店名猫叫古晋，哎，我这古晋，哦，伊咧就甲迄店名叫做古晋，啊，猫城其实就叫猫，哦，猫有几只啊？好。这放门的啦吼，这捌上新闻啦，我看尾仔会笑会惊着。这300鱼啦吼，这装饰意是放门啦吼，你放门就咱看吼。台南人，你迄阵咱咧考台语认证的时阵，考300鱼肚，真侪人拢300鱼肚。咱台南人讲300鱼肚，叫两肚。阿西有无？有这搞多嘛？咱台南人去甲木棉树叫啥？青阳树。你去台湾丝路，客家遐有一个台湾丝路吼，丝路啊，伊就甲这叫青阳树，但是啊，这条就是云粗边嘛，啊，迄个地云粗边，啊，这天气啊，甲我，哦，这是风吹过来，甲我开去啊，哦，这招标啊，北头有的啦，啊，招标，这违反啦。有啊，这就是我较早离阮校教，伊坐小朋友说鸡，哦，伊名个真好笑，叫鸡尾酒，听个鸡尾酒，说鳖，说马，说木，说东，说鸡，这拢一个咧目沙，就是高雄的木栅。新街啊，毋是海文啊，对，海文呀，海文呀。因为今仔日啥物节你敢知？你什么节？今仔日连假节，阮斗在连假，所以若是台南人吼，其实去做者。后摆有机会咱过来小解。好，简单讲，我上尾啊，要知你也真了解啊，这第4讲楼啦。我调讲这吼，因为阮斗在林港，恁拢无了解林港，所以我一直在甲大家讲，啊，这个林港。
今仔日到节吼，所以你会当去换电了，这就是人甲这人甲远啦吼。对，这本头的人甲远啦吼。安尼无好食，就夜烧火落呀。是夜烧火就较无好食。你捌看过人甲火无？毋捌吼。参考人甲火才会倒，才会知。这叫签嘛，知影？你甲哪生出来生出安尼？哦，因为这咱这人无伤低吼。啊，这个红啊，伊叫花巧，所以你即摆去买人家时，你讲哇，你这捌伤死啦，有无？哇，你这搭红啊，来啊袂大红啊，你都卖起来。啊，爱扶人家，人家放起叫种啊，全部放起摕叫种啊，伊就突然倒落啦，倒咧足大鱼仔内底去扶，伊去扶人家。扶你顶悬咧，就是恁咧学，恁在只啊买人家是，点下底就是路边咧卖乌的啥色。安尼知吼？啊有，伊叫花巧，第二红啊，红啊就是伊红啊，哦，佮过来叫摕白啊，摕白啊就是伊浸水了，伊是黄着糖的叫摕白啊，哦，即个上井，即个加你要用啥加落去穿出来，好像你遮啊那喙唇的叫小条，哦，这叫摕白啊，佮过来这叫翘尻川底啊，就是讲水甲车落了，伊的尻川伫顶悬。夹下底，伊个翘尻川底啊，这若摕去滚，这乌出来去滚摆过上好食，是即落翘尻川底啊，哦，上解熟的甜底啊，我看到这甜底啊，你看这个一粒，这粒就是翘尻川底啊，这粒伤贵，这粒较贵。